好傷心，即係睇住佢燒。我嚟咗呢度咧，處長都嚟探我，咁就好多即係資源俾我，即係話有咩問題同佢講，我會盡量配合我，有好多幫助。例如呢度嗰啲醫護啦，同埋呢啲義工啦，同埋好多志願團體幫手啦，住宿啦，即係申請嗰啲援助金啦，同埋嗰啲需唔需要嗰啲精神，即係嗰啲精神援助嗰啲啦，即係佢哋都好樂觀，即係我爸爸啦，我個老婆啦，我個女啦，仲有我個妹妹、外甥女都係，即係都事情發生咗，都面對，即係樂觀啲做。作為雲福縣嘅居民之一啦，勉勵雲福縣居民開開心心啦，唔好即係向前看，唔好諗呢啲火災嘅嘢，事情都發生咗啦，都要面對現實，樂觀做人。咁希望佢哋都係身體健康啊，快快樂樂咁生活啦。